冇錯，伊朗局勢嘅走勢本質上係乜嘢？本質上就係民主同極權制度嘅對決，公平同唔公平制度嘅對決。粵人甚至全世界華僑都應該，而且必須出嚟表明態度，到底支持邊個呢？點解要表明態度啊？因為伊朗將會點燃世界大戰嘅導火索，我哋祖先嘅民族命運好可能因此而改寫。如果粵人華僑繼續做看客，對民主制度同極權制度繼續不站隊，默許極權嘅存在，放任極權做壞事，好可能就會出現100年前嘅國家民族積貧積弱，華人俾世界睇唔起嘅情況。世界會重新出現排華嘅傾向。站隊民主定係極權已經成為粵人華僑嘅一種政治正確，甚至成為一種生存嘅必要技能啦。大家難道仲甘心繼續做天朝棄民，俾自己嘅母國睇唔起，俾世界睇唔起咩？最後送俾大家我講嘅古仔《月商傳奇》嘅開頭段落，希望大家都能夠學習100年前嘅金山伯，積極改變呢個極權嘅國家，然後體面咁返到我哋嘅鄉下唐山，堂堂正正咁做主人，等我哋嘅子孫永遠唔使做夾心邊緣人同棄民，永遠唔使擔心我哋嘅財產被清算，去到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受人尊敬。因為我哋係民主制度嘅朋友，我哋用心支持過世界和平，國父嘅天下為公夢想將會喺將來全世界極權消失之後真正得到實現。